英今年21歲，佢係一位化妝師。Katrina 身高170公分，三圍係33、26、36。有啲 angle 咧，有啲女仔咧會側面會靚啲，咁有啲 angle 咧個女仔咧會正面靚啲，咁所以其實個 tips 就係自然啲啦。其實最緊要係佢哋知道自己最有性格、最有內涵嗰方面喺邊度咧，其實表現出嚟最自然嘅方式咧，其實係最美嘅。6號 Joycelyn 郭麗玲今年20歲，佢係一位美容師。Joycelyn 身高170公分，三圍係33、26、36。7號 Kate 全麗芳今年24歲，佢係一位法律系畢業生。Kate 身高164公分，三圍係33、27、36。Fiona 楊秀玲今年22歲，佢係一位學生。Fiona 身高165公分，三圍係32、24、35。9號 Jane 陳愛華今年24歲，佢係一位模特兒。Jane 身高163公分，三圍係34、25、36。10號 Christine 楊淑儀今年25歲，佢係一位幼稚園老師。
171公分，3圍係34、26、35。咁多個女仔咧，佢哋嘅素質好好，咁我覺得佢哋選完之後咧，跟住會香港選啦，或者去世界地方選啦，我覺得佢哋贏面啲機會都好高，因為佢哋除咗個樣好之外咧，其實有幾個女仔咧，個別個內涵咧，其實真係好好。11號 Janice 陳玉薇今年25歲，佢經營家族生意。Janice 身高167公分，3圍係33、25、34。12號 Janice 吳秀芳今年21歲，佢係一位文員。芳芳身高162公分，3圍係31、25、36。13號 Polly 葉寶麗今年22歲，佢係一位平面設計師。Polly 身高168公分，3圍係35、27、35。14號 Jean 何韻妮今年24歲，佢係一位模特兒。Jean 身高175公分，3圍係33、26、35。15號 Cynthia 陳思娣今年24歲，佢係一位行政人員。Cynthia 身高159公分，3圍係32、24、34。